點解我明明同其他弟兄一樣信神，每個禮拜都返教會，但好似得我感受唔到神。 Brother， 咁你平時係點樣度過信仰生活㗎？咪每個禮拜日準時10點返到教會唱下詩歌聽講道，生活中食飯前都禱告下咁咯。咁就冇啦咩？仲有冇做其他嘢？唔係淨係返教會就夠㗎啦咩？可能再加上禱告，求神幫我考試高分啲，搵到份工。唔但就算我咁禱告咗都冇回應，點解呢？ Brother， 信仰同生活從來都唔係分開，教會內就係 Christian， 教會外就另一個人，咁點得呢？你睇下聖經，唔通彼得淨係耶穌身邊嘅時候先係使徒咩？耶穌死喺十字架上之後，彼得同其他門徒依然度過愛主效法主嘅生活，佢哋同主嘅 connection 好強，所以感受到主強烈嘅動工興起各種神蹟。哇，要做到使徒嘅程度先可以有 connection 咩？咁又唔使擔心，你平時係點識新朋友啊？咪就係不斷分享自己嘅經歷同埋生活，大家就會慢慢熟絡成為朋友，同神建立 connection 都係咁。你要多啲同神分享你嘅生活，可能嗰日因為食到好食嘅嘢好開心，亦可能俾人鬧，所以好 sad。再者要得到神嘅回應，首先都要知道神係點樣俾回應嘅。可能佢已經俾咗回應你，但係你都唔知係透過呢個方式俾你，所以就要透過聖經學習神係點樣回應人嘅。原來係咁，唔怪得。